核三厂停放的公投案8月23特别投票，今仔有真侪长期关心核电的屏东人甲团体徛出来发声，因反对核三厂停放嘛谴责若被在野党操弄公投，无得顾屏东的安全。反对蓝白恶斗，屏东不再牺牲。发出口号，真侪位长期伫屏东生活的居民做伙。因批评南北在野党5月20日伫立法院通过核三厂停放公投案，完全无评估甲讨论，无顾地方安全，搁害屏东甲全国其他县市对立。现场有当地居民念诗表达不满。恒春的核电已经40年了哦，迄平安是众神来保庇。即摆风云又搁起，讲要搁延20年啦，安尼你听了敢袂无生气？河山的长址是建立在所谓的地震的断层带上。2011年的福岛核灾不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眼前吗？咱袂使把降负担风险的物件放伫咱屏东。咱希望伫咱政府的能源政策，咱多元再生的能源会使持续来行。当地居民表示，40年来，地方民众生活伫危险甲惊吓当中。根据记录，核三厂发生过2摆2级核子事件，14摆1级事件。今年3月，阁发生火灾。一旦不幸发生核灾，到时屏东的农渔产业恐惊会亲像日本福岛灾区，互市场拒绝，经济甲社会拢会全面受创。作为屏东人的我们，认为能源转型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参与，而不是透过选举或者选票就这么轻易的决定。现场团体甲在地人共同发出声明，屏东早伫2022年达成民生用电100%绿电的目标。未来嘛，应该甲再生能源相接。伊嘛呼吁中央甲地方共同推动能源转型，无应该为着回馈金，也是转备能源无够就停放。因强调核案袂使靠公投表决，呼吁全民共同守护屏东的未来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